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，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 欢迎顾总莅临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一点面膜。 整体还可以，不错。谢谢顾总。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么巧啊！莲希，莲希，哎，你说这件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嘛？锦溪，你朋友啊？介绍一下吧。锦溪，啊，对，我是她闺蜜，我叫林小薇，你叫我小薇好了。